頒第二個獎都仲係我。又點解又係我頒最佳新演員獎咧？因為我有個女，佢就而家喺美國一間大學讀緊 screen acting， 即是大銀幕嘅表演。咁舊年暑假，我同佢媽咪同佢一齊睇戲，喺個大銀幕度睇戲。佢指住個大銀幕啊，爸爸媽咪，我有一日一定會喺呢個大銀幕上邊。跟住吳君如返到屋企喊咗埋，佢話蔡都2020幾年啦，而家你仲讀埋4年大學，仲有冇人喺大銀幕睇電影㗎？咁所以我好想恭喜今晚嘅5位最佳新演員，因為你哋都已經贏咗，因為你哋已經喺大銀幕度。所以作為幕後或者幕前嘅電影工作人員，我哋一定要努力奮鬥，繼續捍衛大銀幕，繼續希望觀眾返大銀幕睇電影。以下係最佳新演員嘅提名片段。榮獲提名最佳新演員包括鄧濤，女孩不平凡。李佳芯，金童。只要活着，就要以最好嘅方式活下去，努力芬芳別人，同時美麗自己。加油啊，方圓！李志坤，捕風追影。周子瑜，逆轉上半場。阿爺，你唔好死定啊！你爭取呢個機會翻嚟，俾我哋繼續踢。我應承過你，一定唔會輸噶，兄弟，一定可以追和啊嘛！蘇子欣，給愛麗絲。麻麻地咁啦。我最開心就係而家咁嘅樣噶啦。嚇！你最開心就係咁嘅樣噶啦。係。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鄧濤。鄧濤，香港新生代演員，《女孩不平凡》係佢首部參演嘅電影。今晚佢亦同時憑住呢部電影角逐最佳女配角獎。首先，我要多謝《女孩不平凡》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其實係我好幸運可以遇到呢一班咁溫柔嘅團隊，好多謝你哋。多謝監製 Jacqueline、Estella， 多謝高仙 Winnie， 多謝高仙同以英嘅團隊，多謝導演徐恩善 Tracy， 好多謝你咁願意選擇相信我呢個完全當初冇任何保證嘅人，多謝你。然後亦都係我好幸運可以遇到一個非常之出色又美麗嘅對手演員韓寧。另外我想特別多謝可以俾到呢個 casting 機會我嘅人文文。如果唔係因為嗰次嘅機會，我之後嘅所有嘢都唔會發生。好多謝你。另外最多謝 Derek、Jojo， 同你哋一齊食到好多好好味嘅嘢。雖然我喺呢個工業係一個新人啦，但係其實我過往嗰幾年都有參與好多唔同短片電影嘅拍攝。
我包括先浪潮啦，創搞咗 IFVA、港台外判系列、大學嘅 FYP 等等等等。我想藉呢個機會好好咁多謝呢一啲平台，去俾我同埋好多好年輕嘅熱愛電影嘅創作人可以聚埋一齊去實踐，去累積經驗。我知道好多人對於香港電影業嘅未來充滿擔憂，但係我只能好無知地透過自己嘅經驗去表達我嘅感受。而我的確喺過往嘅拍攝經驗遇到好多好有才華、好用心、好有獨特個人魅力嘅年輕創作人，所以我深信即使同以前唔一樣，但係嚟緊一定會有一番新嘅景象。我對未來係充滿希望㗎，我仲係相信有 UFO 㗎。多謝，我一定會繼續努力，希望大家入場支持女孩不平凡。一個回到過去嘅任務，意外展開咗一段跨越時空嘅宿命。曾經嘅師徒，今日嘅死敵，權力令到英雄變成暴君。時間將因果寫成定數，貪念令人受困於權慾嘅牢籠，偏偏執念亦都令到所有人無法逃出歷史嘅巨輪。喺歷史不可改變嘅前提之下，任憑現代嘅科技再精進，始終唔能夠化解2000年前嘅恩怨。天命最高，尋秦記終歸只係一場避無可避嘅因果。